到歌会调记流行歌曲，先把那个流行歌曲的曲名前面加上井字号，在 YouTube 频道的社群发布贴文，然后有超连结功能，点按超连结第15项，现在搜寻到第15项了，点按超连结，你看何以清的也有唱一会，恩情深似海，女歌星唱的，也有男歌星唱的。你看陈英杰上面那个年纪比较大了，底下那个是年轻的时候的话的照片，你看，上面那个是好像是在演戏的综艺节目呢，那现在是学那个歌唱的，现在是要学歌唱的，所以要来点按右下角3个点，然后来第2项储存到播放清单，来勾选第2项到歌调记的歌曲整合，按完成。